聖經約翰福音一開始就話：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呢個道究竟係乜嘢呢？我自己係我自己就相信呢個道係冇形貌嘅，係大到你睇唔晒、睇唔到嘅。佢係全知全能、善美、安靜、潔淨、仁愛、公義嘅。呢種種嘅特質咧，其實咧亦都係個別見之於我哋中國嘅儒道佛思想裏邊。亦即係話，基督教咧其實同中國嘅呢個傳統思想文化咧，就係有呢個共融之處喎，就唔需要一定咧要將對方打倒嘅喎。下幾講咧，我將會略有解說。今日基督教咧對不同宗教思想所採取嘅否定同埋敵視嘅態度咧，可能係來自舊約佢嘅本性，但係要想響呢個儒道佛思想深入人心嘅東方社會傳教咧，恐怕佢一早就走錯咗路啦。難怪基督教咧早響唐代傳入中國，到今日1400年啦，都仲係開花嘅唔多，果實就更少喎。咁你睇翻轉頭咧佛教響漢代傳入中國，短短400年啫，就已經大行其道啦。自己傳唔到教，咪乜都賴鬼人啦。